治水画上摇花的山，治水画徛伫以性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负假，酒蛇无囥干贵的人。这号人要得到摇花祝福，各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要类平安。咱要三甲来吟诗，开始咱的礼拜，请圣诗55首，我信全能上帝。圣诗55首，请起立。大家请坐，咱要同心同齐来祈祷。天顶的爸，阮的主上帝，伫冬尾的季节，天气变化真正大，总是阮逐日敬畏上帝的心，拢无变化。今仔日伫遮，我们做一届献上阮的敬拜。对今年头到这个年尾，万人事斗斗来。顺境有时，艰苦嘛有时，总是你高守阮，互阮通担当，唯有感谢，也常常有平安。当阮孝顺阮今年过去的日子，阮知，原来阮人一生起起落落，拢是主你立你的安排。今仔日伫遮敬拜你的时，阮每一个人的心，拢摇摇喘，充满了敬畏甲感恩。阮人原本就是软弱甲有罪的，教会也是忧伤艰苦的人聚集的所在。因为着你疼的缘故，阮大家诚做一家人，同齐伫遮三甲分享，三甲服侍。伫你的面头前，阮确实知。人类是卑微的，也深深感恩阮有主你的救赎，互阮得到性命的顶头生。对安尼，阮通放下家己的骄傲自尊，来学主你耶稣你的宽恕，地主的脚步，互阮的一生的日子有快乐，都有意义。感谢主。阮都有侪侪信仰的前辈，若亲像云彩围绕伫阮少年人的周围，一代对一代教阮着敬省，固守阮即间教会来传福音。阮也学习着用倒步的精神去服侍阮周围遐受苦的甲弱势的。主啊，阮就是安尼。要去点到相连的灯火，
来影响这个社会。讲到这，阮做伙侍奉的心，都一解受到激励，要尽心尽力服侍你，恳求主你亲自来引带阮。阮这时做礼拜，也要徛起阮的耳孔，留心听主你的声，来知影什么是诚实、公平、甲正直。求主你监察阮。主耶稣，但你着特别帮赞扶持阮讲台顶的牧者杨牧师，伊今仔日要伫遮传讲主你的信息。阮这时也切切求主你来纪念相连阮的会友集体，有人心神肉体拄着艰苦甲病痛的。特别中间也有拄着亲人失丧的，阮诚侪集体要用相款艰苦的心来陪伴因。都有人有喜事，也是得到其他欢喜的消息的。我要恭喜因，要甲因三甲欢喜。伫遮，阮同齐也求主你的恩典，平平来保守今仔日。袂当教阮同齐做礼拜的兄弟姊妹，主啊，阮是你的囝，伫遮谦卑甲你求讨，求你按落来听，让阮所求合你的旨意，求你显出你的慈悲来应允阮。纵使阮知影，阮的祈祷无够额，正会又要同齐出声，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同齐来祈祷。阮伫天的边，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像伫天。阮的日食典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条咱们三个来启用。咱的启用文是伫圣诗后壁37页的所在，就是24篇。我来启，请咱大家来印。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就用什么来称起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唔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我爱听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
那么，即届来吟诗，我的上帝，圣诗13首，圣诗13首是伫我捌天后，我捌吞论天后上帝，请起立来吟。请坐。这碟妇女合唱团要用这首诗，就是“慈悲疼痛大人君”这个学老来继续咱的礼拜。我
即点要同齐来读圣经上帝的话伊是记载伫诗篇第40篇，咱要对第1节读到第8节。咱作为头前的圣经若是现代中文译本，就是红色的迄本是伫698面旧约。若是蓝色的，迄个是台语汉字本，是伫608面。我要用台语汉字本直接来读，请咱对照来看。圣诗诗篇第40篇第1节到第8节。第1节，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亚罗按我听我的求救。伊对通行的陷阱，对土围中牵我起来，互我的脚徛伫石盘顶，互我的骹步在我。第3节，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俄罗咱的上帝。侪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倚靠耶和华。独独倚靠耶和华，无插迄个骄傲以及偏袒富贵的人，即号人有福气。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以及你对我所存的真正多，袂对你排列。我若要提起来讲，迄个少爷算袂了。第6节，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你有开我的耳孔，小罪甲赎罪者你无爱治。迄时我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第8节，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听，你的律法伫我的心内。圣经到这个所在，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都照安尼行的人。这时，咱的牧者杨牧师，今仔日的信息是：你的话伫我心，你的话伫我心，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已经是旧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但是嘛，伫遮大家讲新年恭喜，真紧特别来过一个新年。感谢上帝恩典伫过去的一冬内面，互咱教育用的祝福。感谢上帝，互咱今日伫主日会当去做伙组织，做伙来敬拜伊，也要做伙通过伊的话来伫着帮助甲快乐。咱大心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过去的一年，赏赐阮教育用的恩典，互阮伫每一日的生活内底，拢会当经验着你，甲阮三个伫地。主，阮当要进入新的一冬，我要恳求你，也继续引带带领阮头前的道路。我也特别将阮接续，要对你的话来分享、来明白。恳求你，赏赐你的圣神伫阮中间，开阮的心，开阮的耳孔，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成做阮的快乐甲帮助。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我也会记得伫2014年新历的最后一个主日就是我依然是我讲道啦我会去用新这个主题和咱来分享。我甲咱分享着讲，新对咱来讲一方面是一个愿望，是一个期待，总是新有当时嘛会带来挑战，带来需要进步的所在。当咱今日要进入到旧历年新的一冬的时，我想咱一方面有真期待的心，真欢喜的心；另外一方面，咱嘛着将咱家己准备好，伫新的一冬内面，咱搁承接对上帝来搁较侪祝福，甲咱三个伫底。咱今日要做伙看的经文是诗篇40篇的第1节到第8节。咱今日就要通过这段经文做伙来思考，伫新的一冬内面，咱要做啥物款的准备？咱要安怎，互咱的性命准备好，通成做上帝所祝福、上帝所欢喜的。毋知咱敢有注意到，顶礼拜新牧师用的经文和咱今日的经文真相像新牧师是用40篇的第1节到第5节，以及后壁一段。虽然经文真共款总是分享的主题无重复，愿望会当通过无共的分享，互咱通过这段经文
会当更较侪会了解，更较侪理解，对即款经文来得到上帝的帮助。咱今日所看的诗篇40篇，传统上是认为这是大卫王伊所写的一首诗。咱对伊的形式、对伊的内容来看，伊是属于一首祈祷的诗。诗人大卫王将伊的拄着的困难，将伊的需要，通过祈祷来向上帝拜列，伊求上帝来听伊的祈祷，求上帝伸手来帮助伊。咱今日读的是第1节到第8节，这首诗的前半段，通讲是诗人大卫王，伊通过伊生命的经历来做一个信仰的反省。望和咱每一位，和咱每一个读这首诗的人，做伙来分享，讲要安怎真做一个上帝所祝福、上帝所欢喜的人。而且真特别，伊嘛甲咱讲，伫伊的经验内底，伊对上帝的认捌内底，什么是上帝真正欢喜、真正愿意咱所做的代志。所以咱今日特别做伙通过这段经文，咱会分3个段落，做伙来学习几项真重要信仰的功课。第一个段落是第1节到第2节，咱要通过这段第1节到第2节这个段落，咱做来思考，咱生命的实况、生命的实况，咱生命的情景是甚物？咱若对这2节的经文来看，咱来看，咱生命拢会拄着困难甲挑战，咱需要上帝真侪咱的帮助。伫诗的一开始，大卫王伊就安尼讲：我捌吞忍听候耶和华。伊讲伊捌真忍耐用耐心来听候上帝。对即句诗内底，咱会当知，这是伊拄着困难的时，伊咧描写伊的心境。拄着困难，真等待，真仰望上帝会当伸手来帮助伊。我想咱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嘛有真侪是等待的经验，比如讲，咱会知要来礼拜时，咱伫楼骹，咱就爱等坐电梯，通起来10楼。咱若要上班、要上课，咱可能爱等坐公车。若身体无爽快去病院，咱就爱等要看门诊。我毋知咱伫这等待过程内面，咱的心境是啥款？你是抱一个仰望真喜乐在等待，还是感觉足烦的等袂落？伫咱最近，咱若看咱的新闻内底，咱知影咱台湾发生一件足严重的代志什么代志？咱敢知？高雄加到越狱的代志啦咱原本想象应该伫电影、伫电视才看会到这电视影集才看会到的代志，竟然伫咱实际生活内底来发生。当然，这背后种种的原因、细节，咱可能无法度完全了解。总是我想会发生这款的代志，有一个真重要的原因，就是这6位判徒刑真久这个人。因感觉因伫监狱内底的等待，因伫遐关是无仰望，对因来讲将来是无仰望。这6位内底我看判25冬的是上底的剩了30冬、40冬咱通想象，关遮尔长的时间出来了后，因看袂到因的性命，佮有啥物款的仰望。所以伫这个情形下面，看无仰望、看无未来的这个情形下面，伊就感觉讲因等袂落，因无愿意佮等。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做处理。总是我想，咱若看咱的圣经大卫王伊咧写的这个诗，大卫伊的反应真无共款。大卫伊的生命有遇拄着困难、拄着挑战、拄着真大的困难总是伊讲，伊犹原吞忍来听候上帝，用耐心来听候上帝。伊知影这位上帝是信实、慈爱、佮听祈祷的上帝。所以伫困难内面，伊会当吞忍来听候。咱若看圣经的记载，咱知影大卫伊对伊做年轻，将做一个囡仔的时，咧过样的时，伊就是一个灵性真好，和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关系的一个人。相在伫伊拄着困难的时，伊就倚靠上帝，互伊的气力，会当来面对这个困难，赢过这个困难。特别咱若看大卫。伫上帝通过撒母耳用油来抹伊、竞选伊，成做王了后，大卫搁较成做一个和上帝相较同行的人，上帝所欢喜的人。所以当伊拄着困难、拄着挑战的时，伊拢会向倚靠上帝来克赢这个困难甲挑战。所以大卫也当听候这6个犯人，因那像无仰望，所以无法度听候
这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就是大笔知影伊的听候的对象是这位上帝，有仰望的上帝，真正愿意帮助咱的上帝。通过大笔伊所写的诗，伫这第一个段落、第1节、第2节内面，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每一个人的性命，拢会拄着困难，拢会拄着挑战。无一个人的性命是一帆风顺，拢无困难的。咱若看圣经内面，这真重要的信仰的前辈、信仰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大笔等等，咱看因的性命。同款有侪困难甲挑战，甚至咱必须讲，因拄着困难，检测比咱大足侪。当因面对这困难、面对这挑战的时，因用因的信心来倚靠上帝。我想这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每一个上帝囝儿通来学习的。咱的性命同款会有困难，会有挑战，总是咱毋通袂记得，咱有上帝通倚靠。咱着学习大笔困难挑战来的时，咱会晓吞忍来听候上帝，用耐心来听候上帝，等上帝伫咱的生命内底来行迄个重要的代志。主要所以伫约翰福音16章的33节有安尼讲，伊讲恁伫世间有苦难，独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这是主要所互伊的学生，互每一个军队伊的人，一个真重要的应允。主要所在，咱的生命会拄着困难，拄着挑战，总是伊应允咱。伫这困难甲挑战内面，伊要陪伴咱做伙行。伊毋是互咱家己一个人咧面对这个困难。相时，这个困难、这个挑战，伫主要所陪伴咱行这个过程内面，有一个真正面的意义，无过是完全负面、无意义的代志。这困难挑战要帮助咱会晓来追求上帝，帮助咱会晓更较侪来倚靠上帝。咱会当想象一个人的生命，若拢足顺利，拢无困难的代志，伊会感觉讲逐项所有的代志拢靠伊家己的气力会当完成。那安尼即款的人，检测会离开上帝真远，伊感觉伊的生命无需要上帝。总是当咱的生命拄着咱家己无法度处理的困难。拄着咱家己无法度面对的挑战的时，我想迄是咱面对上帝的一个机会。上帝有当时就通过即款的代志来磨练咱、训练咱，互咱当和伊建立更较好的关系。伫大笔伊所写的诗第2节内面，伊有安尼讲，伊讲伊对通囝的含坑，对土背中牵我起来。大笔用真水的诗来描写伊生命的历程。通囝的含坑对土背中，做咱咧形容伊生命都有拄着真大的挑战。咱若看圣经内面对大笔一生的记载，咱知影伊的生命拄着的挑战其实非常的大。伫还未做王之前，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互扫罗王甲伊追杀甚至几若届伊拢险险无性命，拢是上帝及时来甲伊拯救、甲伊帮助。所以咱知。伊咧形容讲，伊伫真大的困难内面、真大的挑战内面，伊悠远来仰望上帝，所以伊最后就经历着上帝成做伊的帮助，上帝拯救伊，将伊对困难内底救出来、拯救出来，互伊会当徛伫一个真石盘顶咱石盘咧形容讲真坚固袂摇动的所在，互伊的生命伫着徛在伫着帮助。我想这是大笔伊真深生命的经历。伫困难内面，倚靠上帝，就得到上帝帮助。我想，当咱咧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咱嘛通大笔来做一个学习。伫逐款的困难挑战内面，咱来更较安安来聊聊上帝，毋是拄着困难，咱就来埋怨，就来离开上帝。会晓伫困难的时，咱会当更较吞忍，更较有耐心来听候上帝，因为咱确信，咱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的上帝也是互咱举拳头的上帝，愿意帮助咱的上帝。这是第一个段落，第1节到第2节，咱通做伙来学习一个真重要的功课。第2个段落，咱要来看第3节到第5节。通过这段落，大笔伊甲咱讲，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伊的生命有啥物款的表现，有啥物款真特别的特质，咱要做伙来看。伊安尼讲。
伊互我的喙唱新的歌，就是学了阮的上帝的。代表用新的歌来咧形容，伊现在当经历着对上帝遐来新的拯救、新的帮助，而且伊嘛常常将伊所经历过这上帝恩典，用文字写起来，写做诗歌，会当常常用这诗歌来学到上帝。代表让咱展现一个敬畏上帝、一个倚靠上帝的人，伊的生命有一个真重要的特质，就是充满喜乐、充满乐乐。就算讲伫真大的困难、真大的挑战内面，即款的喜乐、即款的乐乐嘛袂离开伊。敬畏上帝的人、倚靠上帝的人，就是用上帝成做伊生命的中心。外口有困难、有挑战，总是伊无袂记得上帝和伊相甲伫地，上帝要成做伊的帮助。所以咱讲树头徛好栽树，就毋惊树尾做风台，是这个意思。上帝若成做你生命的中心的时，那呢，就算有这困难挑战，嘛袂互你低到绝望。代表伊继续安尼讲，即款伫困难内底，佫会当学到上帝；伫困难内底，佫有喜乐，即款的生命会当成做一个真有力的见证。伊安尼讲伊讲侪人要看见来敬畏，也要倚靠耶和华。即倚靠上帝的人，伊即款的生命的表现。伫困难内底，得到快乐，得到帮助，即款的经历，会当互其他也无认捌上帝的人，对伊的身躯顶看出即位上帝，真正是通敬畏的上帝。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伊翻译做惧怕啦，惊用咱的话来讲，应该就讲较敬畏。无认捌上帝的人，要对上帝敬字即款生命表现内面来敬畏上帝，来认捌咱即位上帝。真正是信心，真正是有快乐的上帝。所以，即款的人，伊生命要成做一个真有力的见证，通引带更较侪人，影响更较侪人。代表伊继续安尼讲，头前所讲即款愿意倚靠上帝、愿意耐心听候上帝的人，是一个有福气的人。讲即款的人真正有福气。即款的人，伊无插遐骄傲以及偏袒虚假的人。这意思咧讲，会向倚靠上帝、会向超找上帝的人，那呢因会向专心来敬拜上帝，无插即其他的偶像，无和其他即神明有关系。照字面来讲，就是讲专心敬拜上帝，无去拜其他的神明，无去拜其他的偶像。总是我想，咱当对一个更较快的方面，咱来思考。敬畏上帝、认捌上帝、认捌真理的人。伊就会当掠条上帝的真理，成做伊生命的帮助，无受到即个世界内底即错误的价值观的影响。可能无一定干那是即有形的偶像那定，即无形看袂到的价值观，有当时会影响咱。总是代表伊讲，一个认捌上帝、认捌真理的人，伊会当无受即错误价值观的影响，无受到即世界的影响，无受到即世间的人的影响。毋是正人讲安怎，我着安怎来行。有上帝甲伊的真理，成做我生命的一个标准。伫第5节，代表伊继续安尼讲，伊常常纪念上帝伫伊的生命内底遐奇妙的作为。上帝伫伊生命内底有足侪奇妙的做奇妙的代志，也有做真好的计划。伊嘛常常为着上帝所行遮奇妙的代志，遮美好的计划，来向上帝献上感恩。我想，这嘛是一个倚靠上帝的人，属上帝囝子应该有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常常感恩。咱会当伫咱的四周围，咱的生活内底发现，有一款人常在咧埋怨拄到啥物代志袂当顺伊的心，伊就会埋怨，就往望讲那拢是我拄到即个歹代志我想敬拜上帝、跟对上帝的人无共款，会向用感恩的心，向上帝来献上感谢。知影咱生命一切拢是对上帝来，咱就用感谢来面对上帝，来向上帝献上。伫咱头仔所看第2段的这段经文第3节到第5节内面，我想有讲到咱头仔分享，也有讲到足侪本来是真值得咱学习，咱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生命的特质，咱来做一个经历。倚靠上帝的人，跟对上帝的人，爱常常有喜乐的心，会向来学到上帝。独敬拜独一的上帝，
离开其他这偶像神明，而且嘛常常都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想这是伫第2段的经文内底，代表甲咱提醒，也有咱通做伙来学习的。最后的第3段，对第6节一直到第8节，诗人对伊所认捌的上帝，伊所认捌的上帝，伊甲咱讲，啥物才是上帝所真正欢喜的代志？啥物是伊爱咱去做的代志？诗人代表伊安尼讲，祭司甲礼物你无欢喜，烧祭甲赎罪祭你无爱得。代表伊真清楚知影，上帝所看重、上帝所看最重要的，毋是这外在看会到的形式，也是看会到这祭物。上帝搁较看重的是迄个人的生命内底是毋是有真实愿意顺服上帝的即款的心。第撒母耳记15章上卷15章的22节，才有安尼讲，尊叹羊粿献祭，听叹是羊粿羊港的油。这嘛真清楚甲咱讲，上帝看重咱的心是毋是有顺服，比外在这仪式、这看会到的祭物搁较重要。代表伊咧看伊进前迄个王色的生命时，我想伊有一个真重要的学习，伊知影上帝所看的毋是这外在的形式。咱若看色的王的一生有一届真大的错误，是啥物代志？就是因为献祭来得罪上帝。咱检体真歹想象，献祭原本是要来敬拜上帝，互上帝欢喜的，那因为献祭颠倒来得罪上帝。就是说了，伊逾越伊的身份啦献祭这代志本来是祭司爱做的，但是说了无愿意等待，无愿意等撒母耳来，用家己做一个王的身份去做这样献祭的代志。所以虽然有这个仪式，有这个祭物，总是上帝讲伊无欢喜。因为扫罗的心内无对上帝顺服的心，所以我想代表对扫罗的一生内面，伊嘛有一个真重要的学习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上帝所欢喜的，就是咱的性命、咱的心对上帝有真实的顺服。这比外在的形式更较重要。而且代表伊嘛继续甲咱讲，这款真实的顺服，毋是干那头壳知，毋是干那喙咧讲那定。爱有实际行动，咱来看第7节，代表伊安尼讲，伊讲你看我来啦，我的事已经记伫册里。这通讲是代表伊对上帝一个信仰的告别，信仰的告白啦，信仰的告别。伊讲伊家己徛伫上帝面前，我来啦，我徛伫你的面前，我已经来到你的面前，我愿意照你的话来行。照这已经写伫册内面，你的话、你的命令来行。我想这是代表伫上帝面前一届的信仰告别。伊知，若会当照上帝话来行，若安尼性命就无偏倒边，无偏正边，会当行伫下上帝心意的道路顶面。若安尼就要真实，成做上帝所欢喜、上帝所祝福的人。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16到17节有安尼讲。既若互上帝密示的经，也有利益伫教示、伫督责，互人归正，引带人学义理，互服侍上帝的人练达便便来行隆重的好事。这对人讲圣经的重要，为什么认捌圣经、读上帝话非常重要？因为当咱有上帝话伫咱的生命内底时，咱的生命才有一个方向，才有一个目标。咱的所行所做，才袂因为毋知来得罪上帝。我想这是代表伫这段经文内底，互咱真重要的提醒咱爱常常认捌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放伫心灵，用完全顺服的心来甲上帝的话伫咱的生命内底行出来。通过今日这段经文40篇的第1节到第8节，咱知影认捌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这是咱要成做一个上帝所祝福的人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希望咱伫新的一冬要来的时，咱会当伫上帝面前定心，搁一摆立志讲，我愿意用搁较侪时间、搁较侪精神来认捌上帝的话。咱知咱的教会有真侪查经班无论是牛埔庄讲义所罗牧师带咱做伙查经的查经班，还是咱有做查经班，拢咧帮助咱通过读圣经、
来明白上帝教示，通过祈祷来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我想鼓励咱伫新的一天内面，咱会当用更较侪时间来看圣经，来明白上帝的话，会当学习将上帝的话伫咱的生命内底通甲行出来。那安尼我确信，新的一天要成做上帝加倍祝福咱的一天。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和咱来做分享。中国的朝代内面，唐朝唐朝唐代啦是一个真出名的时间按照有一个真出名的皇帝叫做唐太宗李世民有一个大臣叫做魏征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是真微妙真微妙这魏征是足敢讲实在话的人伊若看到皇帝，看到什么人做代志无正确，伊会足直接甲伊讲。所以这唐太宗伊较满脸的回想的是伊讲有当时对这魏征足气的啦魏征有当时就是伫众人面前，就甲伊的缺点讲出来，拢无互伊面子伊讲我足气的，拢无尊重我是一个皇帝拢安尼讲我的缺点。但是伊嘛讲。当伊冷静落来咧思考的时，伊感觉魏征魏征真正是互伊的性命真大的帮助因为伊敢讲实在的话，敢甲伊的缺点讲出来，互伊有一个改变的机会。这后来魏征因为破病来死去这唐太宗伊就足感慨伊就讲一段话，伊讲我一生有三物件三物件，这三物件对我拢有真大的帮助。第一物件，伊是讲。用铜做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讲用铜做我的镜，我会当互我的穿插会当真好势，整理了真好势，外表拢会当处理了真好。这是第一物件。当时无玻璃啦所以因的镜是用铜来做第一面铜的镜。第二面，伊讲用历史做伊的镜，伊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用历史做镜，会当互伊了解。每一个朝代兴起的原因、败坏的原因是啥款？当帮助伊咧治理国家的时，知影有一个方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是第二物件，历史。第三物件，伊讲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用人成做我生命的镜，我会当了解我有啥物款的过失，啥物所在需要来改进。当然第三个，这个人以人为镜，主要在讲魏征所以就真感慨讲当魏征已经死去，我阁欠一物件，对我有真大的损失。我想这三项对咱来讲嘛拢真重要镜互咱外表会当真好势，用历史读历史，咱会当知影历史的发展是啥款，咱会当找到一个方向。然后有一个敢对你讲实在话的朋友，对你的生命嘛要有真大的帮助。总是我想对咱基督徒来讲，我要阁加一句以圣经为镜，可以得生命用圣经当做咱生命的镜，咱要得到迄个真实的生命，真实的活命真重要。咱若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生命内底，当做咱做代志、做人的一个标准。那安尼，咱的生命要行了搁较细正，当常常伫上帝所祝福的道路顶面。所以咱若愿意用搁较侪时间来读圣经，来明白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成做咱生命的帮助甲快乐，安尼咱的生命决断要成做上帝所祝福。愿咱伫新的一天内面，咱会当成做上帝所祝福、上帝所大大顾守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予阮，成做阮生命的提醒甲帮助。阮特别对今日的经文内底，阮有真重要的学习。阮着伫逐款的困难内面，较侪来倚靠你，成做一个专心倚靠你的主。阮要恳求你，也互阮会通掠着你的话，将你的话当作阮生命的准绳，阮所行所做，拢会当下伫你的旨意。主，阮伫要来新的一天内面，也恳求你帮助阮，让定心立志，有较侪时间愿意来看圣经，愿意来明白你的话。也阮的生命真正做迄个有力的见证，引带搁较侪人来归应你。主，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将阮伫新的一天内面头前的道路，拢交伫你的手，恳求你大大甲阮三个支持。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免。咱要求耶稣帮助咱立志，要同齐来吟诗，
圣诗31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圣诗313首，请起立。请坐。咱要来吟上行的诗，每遍的诗是511首，阿罗上帝至高至尊，圣诗511首。
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相通、扶持甲帮赞，常常甲咱大家三个伫地。特别祝福咱伫新的一档内面，加倍领受上帝的祝福，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密道谢恩，强求垂恳。